我經常刷到小滿桌球口紅店嘅視頻，到底裏面嘅座駕係咪真係咁靚啊？今日我就專門過去睇下係咪真係咁靚嘅。兄弟們，我而家已經到咗羅湖啦，過咗關之後呢，就喺到一間香格里拉嘅酒店，沿住香格里拉走5分鐘嘅路程。就喺維羅悅酒店後門橋底下邊搭 lift 上4樓就 OK 啦。行到呢度呢，就見到小滿嘅桌球嘅指示牌啦。從停車場嘅左手邊入去，就係呢個大門口啦。歡迎光臨，今天打中八還是4龍牌？我哋今日打中八吧。呢度中八有啲咩台啊？有喬氏、金牌，還有黃牌。你哋嘅包廂係點樣㗎？仲有係咩消費㗎？包廂可以帶你進去看一下。好嘅。這是我們 VIP 包間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呢間房係點樣消費㗎？這個是199一個小時。我入去睇下咩環境先。OK 喎，呢間房睇落去夠晒大氣。咁就呢間房啦。哇，條女又靚，服務又好。哥，你開吧。開球啊！我想睇下你開球點樣。哇，呢個開球好有實力。哥，你是打大頭桿還是小頭桿？我打大頭桿㗎。你平時同啲客打球係玩咩遊戲㗎？我們就是輸一顆球蓋一個小顆。你試一次俾我睇下啦。就是蓋手上。哦，玩色粉哦幾好啊！哦，咁我哋就玩一拋玩色粉㗎啦。可以。這個球打進我就蓋係咪50個啊？50個嚇，我而家先冚一個，你差我49個。可以，下次蓋你手上。呢球你點樣叫個8號啊你？哦，呢個要輸啦我。快買50個。我以為一個咋。50個，誰給你一個？喂，冚到咗啦！給你蓋個手錶。不如我哋玩深蹲啦。可以啊。係咪你輸咗一個球，你就蹲5下？一個球10個。一個球就10個，哦 OK 啊，嚟啊嚟啊！而家係咪我打咗個黑柴入去，你就蹲10個啊？對，沒打進就你做10個。嗱，呢個球你而家你投紅你就輸一半，O 唔 OK？要吧？哎呀，嚇死我！我起真的10個。一個、2個、3個、3個。唉，算啦，你就住5個先啦。上次打回來，其實我有一個球打得特別厲害。邊一個球啊？邊扣球。嗱，你咁啊，我擺個球，你打入咧，個5個就免咗啦。這個？係啊，你呢球入咗嗰5個就算咗。真定假㗎？我都說了，這是我最會打的球。所以你打累了要換一雙拖鞋嗎？可以啊，係咪有拖鞋啊？有啊，我幫你拿。你可唔可以幫我着下？自己穿。你呢邊幾時有會員日啊？我們這邊是每週3。哦，下星期3開始係咪啊？聽講你哋過咗年後嚟咗80個助教，係咪真㗎？真的呀，每個月都會來一些新來的助教。我成日刷視頻咧，都刷到你呢間店噃。我第一個刷到嘅就係你噃。那我查。呢條視頻嗰個係咪你啊？對，6號。呢一個助教又係邊個啊？我感覺佢嘅身材幾好啊。這是我們中級81號，下次你不用來，可以喊我們2個一起。就咁定啦。那你平時第一次來這裡，平時是去哪裡打球？我一般都喺香港嗰邊打球嘅，不過嗰邊係冇包房嘅。香港嗰邊大廳係128蚊一個鐘咯。啊，估唔到過嚟大陸打球幾抵嘅喎。咁我啲 friend 過嚟打球唔點助教得唔得啊？當然可以啊，我們這裡也沒有最低小費的。咁如果我下次過嚟打球，揾邊個電台啊？你可以加一下我們店裡的微信，店裡朋友圈都會每天發
哦，我明啦，兄弟們，我準備走啦，佢準備幫我擦手仔。哦，原來喺呢度打球真係好舒服，下次過嚟啦，我都會揾翻你打球噶。可以啊，下次就玩兔仔跳啦。可以啊，拜。係，拜拜。